这是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卓玛。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访问拉达克沙姆地区哈尔兹村，达赖喇嘛尊者致函慰问自然灾害受害者，拉达克各界相续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午宴招待会。外交部欢迎联合国专家敦促中国释放西藏政治犯。西藏歌舞与戏剧学院隆重举办成立64周年庆典。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策略会发布未来3年策略计划。藏人行政中央纪念第77个印度独立日。驻伦敦代表索朗次仁出席爱沙尼亚赛托王国节。驻澳洲代表伽马森格会见台湾驻澳洲新任大使许佑典。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因拉达克沙姆地区哈尔兹村民众的祈请，于8月18号上午抵达该村，受到当地人民的隆重迎接。尊者随后在当地的法会场向当地民众发表讲话。此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二8月15号致函喜马希尔邦首席部长苏赫温德辛格苏胡，对该邦近日因暴雨引发的洪灾和山体滑坡，导致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表达慰问。尊者在信中向受自然灾害影响的民众表达了慰问，并为遇难者进行了祈祷。为了表达对喜马希尔邦人民的声援，尊者还指示达赖喇嘛信托基金为救援工作捐助救济资金。与此同时，达赖喇嘛尊者还于上周四8月11号致函夏威夷州州长乔西格林，向夏威夷毛伊岛特大山林火灾中受灾的民众表达了慰问，特别为遇难者进行了祈祷。达赖喇嘛尊者在慰问函中回顾了他最后一次访问毛伊岛及其人民的经历，并在这一重大悲剧时刻向毛伊岛人民，特别为遇难者进行了祈祷。此外，因拉达克穆斯林协调委员会的祈请，达赖喇嘛尊者于上周六8月12号在列城近郊的伊玛目巴尔加清真寺出席了当地什叶派和逊尼派社区举办的午宴。达赖喇嘛尊者在午宴活动上向拉达克什叶派和逊尼派的穆斯林信众强调人类一体性理念的重要性，同时赞扬了该地区普遍存在的宗教和谐，并建议宗教团体继续建设和促进宗教间的和谐。与会的什叶派代表阿什拉夫·阿里巴齐和逊尼派代表阿布杜勒·尤塔姆博士在致辞时，感谢达赖喇嘛尊者毕生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宗教间的和谐方面做出的贡献。另外，达赖喇嘛尊者还于本周三8月16号出席了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和中央直辖区政府在谢伊附近的印度合办举行的午餐招待会。达赖喇嘛尊者在午宴上致辞时，高度赞扬拉达克人民的信仰和奉献精神，并承诺未来将继续访问拉达克。包括拉达克山林自治委员会首席执行委员扎西加松为主的委员、印度国会议员加扬次仁郎杰、中央直辖区政府的各级官员，以及拉达克各组织和宗教团体的代表出席了午餐招待会。另外，3名独立的联合国专家于上周四8月10号发表联合声明，要求中国政府提供9名被当局拘留并被判处长期监禁的西藏环境及人权捍卫者的详细信息，并敦促中国政府认真应对气候变化和立即释放所有西藏政治犯。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问题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女士、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莱勒门特先生、享有安全、清洁、健康和可持续环境有关的人权义务问题特别报告员戴维·博伊德先生、
在声明中，共同对中国政府缺乏有关拘留和判刑藏人的信息表达了严重关切，并认为这是在蓄意让世界忘记这些人权捍卫者。此外，专家们还对这些政治犯的家人对其命运一无所知表示担忧。9名被监禁的环境及人权捍卫者为阿亚桑扎、多杰扎达、格桑曲郎、顿杰、仁钦郎卓、次城公布、江球欧珠、索鲁阿布和郎瑟。他们因抗议中国政府在当地的圣山非法开采稀有矿产，并揭露猎杀濒危物种而被捕。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感谢联合国专家发表共同声明，以及专家们对中国在过去10年中非法压制西藏人权捍卫者的行为进行的调查。与此同时，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于上周五8月11号隆重庆祝该学院成立64周年。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作为主要嘉宾出席了庆典。司政边巴次仁在庆祝活动上致辞时，赞扬了该学院学生的精彩表演，并强调政治宣传是西藏自由事业的推动力，而通过艺术和文化来宣传西藏议题也同样重要。司政还向该学院的2名服务超过20年的员工颁发了卓越服务奖，同时向本年度的毕业生颁发了证书。为了纪念西藏歌舞与戏剧表演艺术学院成立64周年，1年1度的夏季文化竞赛也于当天晚间举行。司政边巴次仁和达兰萨拉印藏友好协会主席阿吉特内利亚等嘉宾出席了活动。另外，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印度中心举办的为期5天的策略会议于上周五8月11号在新德里圆满闭幕。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副议长卓玛次仁和多名议员出席了闭幕式。在当天的会议闭幕式上，议长康波索南丹培和副议长卓玛次仁发布了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第3次策略会议藏英版的2023年至2026年策略计划。该计划主要侧重于指导原则、战略目标和行动计划。该计划包含未来4年西藏人民议会工作的6个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所列目标的详细行动计划。当天，与会议员们还与印度国会人民院议员拉金德拉·阿加瓦尔和联邦议员阿米吉尼亚博士进行了互动交流。此外，在印度共和国迎来第77个独立日之际，藏人行政中央于8月15号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总部举行简短的纪念仪式。司政边巴次仁主持了纪念活动。民主3大支柱的领导人、各部门部长、各自治机构的负责人、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秘书长及高级官员出席了活动。在纪念仪式开始时，司政边巴次仁升起印度国旗，与会人士齐唱印度国歌。随后，司政向现场的印藏媒体发表讲话，在这一历史性的日子，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达了祝福。当天，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卓玛次仁在议员次仁央金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达兰萨拉副专员办公室举行的第77个印度独立日纪念活动。由于喜马希尔邦近期遭遇特大自然灾害，今年的独立日纪念活动没有任何文化表演及相关活动。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澳洲代表冈玛森格在秘书长拉汪加布的陪同下，于本周三8月16号晚间出席了印度驻澳大利亚高级专员公署举办的第77个印度独立日招待会。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索囊次仁于8月4号开始对波罗的海国家展开为期5天的宣传西藏之旅。在访问爱沙尼亚赛托王国期间，当地的社区中心升起西藏国旗表达欢迎，而代表索囊次仁则向爱沙尼亚议会议长递交了达赖喇嘛尊者的亲笔信函，并向议长和有关政要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和中国蓄意破坏西藏的文化和民族特性的政治企图。在为期5天的访问中，代表会见了赛托王国的领导人、宗教领袖、国会议员、支持西藏人士、
以及爱沙尼亚政府官员和欧洲议会议员。代表向他们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并争取该国政要对西藏自由运动的支持。随后，代表索朗次仁还访问了拉脱维亚，主要是与该国近期大选后新成立的议会支持西藏小组的主席吉尔兹拉平斯议员和成员们进行会面，并介绍了当前西藏境内的局势。此外，他还会见了拉脱维亚政府的高级官员和该国支持西藏人士。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代表冈玛桑格于上周六8月12号，在华人事务联络官达瓦桑姆的陪同下，出席了在坎佩拉国家电影和声音档案馆举办的第6届澳洲台湾影展坎佩拉场次开幕式。期间，代表冈玛桑格会见了新任台湾驻澳大利亚大使许佑典，祝贺他被任命为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大使，并致以良好的祝愿。观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